大家好，感謝你哋收聽我嘅頻道。啱聽嘅觀眾希望能夠訂閱支持。喺2月16至17號，河馬同阿門都做咗一啲唔係咁吉利嘅嘢。我年初一就特登唔講佢哋嘅，留返今日先至講，務求減少影響。首先講河馬喺2月16號嘅直播。喺除夕同年初一聽河馬嘅朋友要小心。葉小姐好鍾意成日將時間講成時間嘅，真係大吉利試過佢，淨係佢時間好呢，千祈唔好惹到其他人身上。喺2月16號嘅上晝，河馬話食咗麥記嘅雞蛋包做早餐，而自己係唔鍾意食漢堡包嘅，覺得塊酸瓜同牛肉個味唔夾。我都好認同葉小姐所講，我叫親漢堡包都例必叫佢走酸瓜嘅。葉小姐話琴晚失眠，今日咁啱上晝有嘢做，所以令佢咁早11點就開直播。葉小姐又話好怕人逼嘅地方，所以冇去行花市，亦會揀非繁忙嘅時間先至會去搭巴士。期間有個女保安話河馬唔可以喺該範圍做直播，保安叫葉小姐費事惹啲黑粉入嚟搞。河馬又話河伯呃佢有錢，河伯根本冇錢俾佢開麥當勞。喺呢句說話入邊可以睇到河馬有開麥當勞嘅想法，依字面意思好大機會有同河伯講過，但有冇同雞哥講過仲係一個謎。係咪由雞哥賣金錢龜俾河伯河馬？謎題仲未解開。河馬表示自己唔討厭食龜苓膏，自己結婚係冇擺酒，冇請過人去飲。河馬話自己一出世到依家都係一個大好人。關於好人嘅標準，唔同人有唔同嘅想法。好似一啲人認為自己呃晒人啲錢，冇 S 人，全家都係好人㗎。有一啲人認為自己以前食咗肉就害咗啲動物，而認為自己係衰人咁，純屬個人感官。河馬話如果門哥唔介意，可以去門哥屋企拜年。河馬亦都透露，以前有個叫孟慶之嘅人寫信俾河馬。河馬話冇可能咁啱同門哥同名同姓嘅，分明就係黑粉玩佢。跟住講阿門嗰邊，真係大吉利試過佢，除夕夜流流播埋晒嗰啲悲天憫人嘅歌，仲喺食飯時話啲飯係苦嘅，啤酒又係苦嘅，蝦就腥嘅，竟然咁大膽攞自己嘅意頭嚟玩，真係佩服咗佢。於是我就睇唔過眼，特登整咗個門財神嘅短片出嚟，增添翻一啲喜慶感，仲 send 咗俾阿門，順便同佢拜年嘅，希望幫佢提升翻一啲意頭。祝你喺新一年福祿相伴，朋久遠，健康益壽，永長存。阿門話好耐冇同屋企人食年夜飯，喜慶日子冇同家人鬧交，但係平時就同屋企人經常因意見唔同而鬧交。自己係鍾意留返一啖餸喺食晒所有飯時食。阿門認為醬汁好味係會吸引食慾。我都係同阿門一樣，鍾意先食飯，留返啲餸最尾食嘅。媽媽仲成日話我點解唔食餸，特登成嚿餸塞落我個口度。我都認為調味係一個關鍵，即使係中等材料，調味功夫做得好都會好好食。但相反，即使係上乘嘅材料，如果唔加調味，亦會少咗好多嘅色彩。尤其是我係鍾意食味濃嘅食物，調味對我嚟講係更重要。阿門又話，邵大夫同鳳芝先生已經同佢道咗歉。阿門自爆自己喺2003年曾經破過產，依家已過咗4年嘅破產期，可以重新過生活。其實有理智嘅賭博係可以從中學嘢，同時帶嚟喜悅係一件好事，但係對於一啲冇賭博知識同失控嘅人嚟講，賭博只會俾佢哋痛苦。如果政府為咗啲失控嘅人去限制賭博，逼住我哋幫襯個食水深選擇少嘅馬會，係漠視咗我哋理智派嘅利益。不過大部分嘅人都係冇專業賭博知識嘅，所以政府嘅做法係啱。我就最鍾意玩日本嗰啲彈珠機、老虎機、推幣機嘅，夠晒娛樂性。喺香港以前都有推幣機嘅，唔知點解依家冇晒，淨係得返個食水深嘅冒險樂園有。
冒險樂園嗰啲幣計佢優惠價1蚊一個，你入1個幣要推佢8個幣落嚟先至歸本。你話食水幾深呢？不過冒險樂園有啲機係橫越全封㗎，基本上係每投放1個幣就會推返1個落嚟。喺日本，佢哋多數都係橫越全開㗎，大約入4至5個幣先推返1個幣落嚟。但係每入1個幣推1個幣落嚟即可歸本，而且推落嘅幣係可以俾你執返出嚟再玩，唔會學冒險樂園咁淨係出票，逼你入晒冇幣又要再買過。仲有人哋日本1蚊買到4至5個幣，你個冒險樂園就1蚊得1個幣，收貴人哋幾多？計返回本率，未計中獎放出嘅幣，冒險樂園每投放1幣會推返12.5%投入嘅資本出嚟，而喺日本就會推返20%嘅投放資本出嚟。咁你話冒險樂園係咪食水深呢？阿門又話以前用20幾萬買咗中山一個單位返嚟，但係已經有1年冇返中山屋企，淨係管理費都白交咗1000幾蚊。最後聽到阿門話杏兒同河馬都有同佢拜年。嚟到2月17號大年初一，葉小姐話今日要分享周老師教人感恩，所以特登用咗2個鐘抄低周老師10分鐘所講嘅嘢，預備同大家分享。喺分享周老師講話之前，河馬話今朝淨係飲咗湯，又分享咗一篇91歲老翁有5個分別60幾至24歲不等老婆嘅新聞，指老翁有7名，分別嚟自5個唔同老婆嘅子女。葉小姐表示，完咗官司可能考慮參加中年好聲音。葉小姐不滿有人將佢做 YouTube 賺錢講成黑錢。葉小姐話自己有10年冇搽過唇膏，自己唔中意飲奶茶同咖啡，又讚迷佐治講嘢好甜，杏兒唱歌好聽。喺本日嘅第一直播嘅25分50幾秒左右，河馬表演唱財神到。河馬話中意聽容小姐嘅16號愛人，而河馬嘅小雲眼鏡帶嚟係為咗防藍光，係一個防藍光鏡。跟住河馬就開始分享周老師嘅講話重點就只有一個，就係叫你咩都要感恩，無需理會細節。我認為呢啲純屬係自我催眠，教你點樣將一件差嘅事都睇成係好，要感恩，等你自己好過啲。另外，河馬話對住碗中藥感恩，明明苦都會變成甜。我認為呢個財相真係隨時會搞到人黐線㗎。咁係咪俾人打劫都要感恩個賊俾自己磨練？咁會唔會去餐廳食咗唔乾淨嘅嘢，搞到肚瀉，就要感恩餐廳俾咗個清腸胃嘅機會佢呢？明明係苦嘅藥都會變咗甜嘅，除咗催眠或者黐咗，我真係諗唔到點樣可以改變人嘅味覺。講得出呢啲說話你都信佢，咁唯有祝你好運呢？呢個情況令我諗翻起一句歌詞。邊個話我傻？我請佢食燒鵝。我諗要搵人快啲灌輸翻啲正確思想俾葉小姐，救葉小姐脫離一個虛幻嘅境界。去到夜晚葉小姐嘅直播，葉小姐表演讀書式嘅唱歌，之後有粉絲走去同葉小姐影相，送嘢飲俾葉小姐，問葉小姐會唔會同蒲鋒鋒直播，同埋有觀眾留言希望認河馬做契媽。河馬話蒲鋒鋒搞佢，唔會同蒲鋒鋒直播。河馬最後認咗嗰名觀眾做唔知契仔定契女。河馬又表示依家邊個都唔會考慮，邊個都唔會相信。咁對想追河馬嘅人嚟講，帶嚟咗沉重嘅打擊。阿門喺大年初一有2個直播，我仲未有時間睇。而阿門近排中意一日做幾個直播，我就冇咁多時間睇啦。加上阿門冇咩河馬料爆。河馬又自己走返出嚟講嘢，我想將焦點放返喺河馬度，減少關注阿門。好啦，今日嘅分享就嚟到呢度，感謝大家收聽。